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莹莹。今日是双十国庆，国庆有真侪精彩活动，有一个焦点就是翡翠奇树，伊是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学生。国庆日带来一连串动漫的主题，拢是未少人熟悉的乐曲，有这个樱桃小丸子、灌篮高手、航海王，抑个神奇宝贝演奏曲。尤其是表演过程中，伊直变换这个队形，甚至呢，伫这个演奏的同时，哪演奏哪跳舞，真精彩。观众听到节奏随队的拍票，现场气氛热闹了气气。翡翠奇树演奏放假樱桃园的歌曲，让大家想起囡仔时欢笑。不过做这个动作是真了不起力。那会较正步，节奏对好准，对戏码的千变万化，后面众拢感觉无简单。说落来，这条歌曲。一场好听的歌曲，让大家是听甲水茫茫。队伍变化向前向后，交叉队形，配合度嘛拢真棒。尤其最近改编做真人影集的《航海王》歌曲，现场嘛欣赏会到。其他阁有七龙珠、神奇宝贝、Super Mario， 拢是真侪人自细汉看过漫画，感受真深。翡翠奇树的精彩表演，大人是听甲欢喜蹦喙手，囡仔是听甲拍扑啊兼化休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